大家好，我係蘇神。今日呢條片咧唔係同大家講邊一個樓盤好，邊個平，邊個抵買，而係同大家講一件好重要嘅嘢，一個時代正式終結啦。恒大、碧桂園、雅居樂、富力地產合生創展，在2025年底均已陷入經營困境，標誌着一個依靠高槓桿、高周轉擴張時代嘅終結。而呢個完結咧，唔係一個抽象嘅經濟名詞，而係實實在在嘅一間你以前好信好熟好多人買嘅發展商開始倒落嚟啦。而今日我哋嘅主角就係雅居樂。你要理解下雅居樂今日發生咗咩事，一定要放翻佢喺一個更大嘅背景入面睇。以前咧，廣東地產區有一句好出名嘅話：中國樓市睇廣東，廣東樓市睇華南五虎。邊五虎？恒大、碧桂園、雅居樂、富力、合生創展。呢5間公司咧，曾經係廣東民營房企嘅天花板，但到今時今日嘅呢個 moment， 五虎全軍覆沒。我要同你講下佢嘅現狀，就知道呢個時代嘅浪潮有幾殘酷。恒大退市，清盤人全球追數；碧桂園靠境外債務重組續命；富力負債率400幾%。靠資產變賣吊住條命，合生創展交叉違約，首次錄得虧損。雅居樂咧被合作夥伴送上法庭，清盤辭呈排期離身。呢啲咧都唔係新聞嘅標題，係一個舊模式系統崩壞嘅結果。而雅居樂咧就喺入面最經典又最值得被拆解嘅一個案例。咁我點解揀雅居樂講？因為佢以前咧係最似模範生嘅嗰個，所以咧不得不講雅居樂嘅崛起之路。首先就要講佢嘅創始人陳卓林。陳卓林家族咧喺中山當地咧係名門望族，家中陳卓林咧係排行老二。喺80年代，陳卓林5兄弟咧喺中山成立咗一間集生產、銷售、批發於一身嘅家具廠——時代家具有限公司。運行咗時代家具呢個幾年間咧，家族咧就形成最初嘅資本積累。到咗1992年，喺陳卓林嘅帶領下，陳氏家族開始接觸房地產行業。呢一年咧，陳氏家族成立咗中山雅居樂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並開發咗第一個房地產項目中山雅居樂花園。喺93年率領向香港、澳門買家推薦。為咗吸引更多潛在嘅客戶咧，到咗1994年7月19號喺香港成立咗香港雅居樂，仲成立咗香港嘅一個雅居樂物業，引進港式物業管理模式。喺93年到97年年間，雅居樂不斷向港澳地區組織活動，打響招牌，連續5年出資贊助香港小姐嘅選美，組織港澳人士免費睇樓團，成為咗國內首家喺港澳地區投放廣告嘅地產商。最終，中山嘅雅居樂花園約95% 嘅房源都係俾港澳人士買咗嘅，成為咗珠三角地區著名嘅外銷樓盤。Nice。到咗1997年，受全球金融風暴嘅影響，香港房地產行業萎縮，陳卓林家族於是轉向大陸嘅市場。同年，中山雅居樂集團有限公司正式成立，開發雍景園，開始成功邁向高端嘅一個市場。對於雅居樂嚟言，進軍廣州先係華南地產區基礎嘅關鍵之舉。跟住落嚟咧，開始搶高地價、花重軍、搶人才，大力擴張。到咗2005年12月喺香港上市，從此之後，雅居樂繼富力地產後第二間喺香港上市嘅民營地產企業。上市嘅第2年，陳卓林做咗一個對企業有深遠嘅一個戰略決定，進軍旅遊地產，圈下海南清水灣萬畝土地，並通過精心嘅運作下，奠定咗雅居樂及陳氏家族喺國內開發巨頭嘅江湖地位。接着奏樂，接着舞。講到呢度咧，同大家概括下，雅居樂中山3兄起家，華南地王嘅專家，現金流曾經好穩。
港股嘅上市公司，相信好多香港、澳門嘅街坊對呢個品牌並唔陌生。內地嘅第一層樓就係買雅居樂，亦都係因為咁，佢今日資本塔特別有警世嘅意味。想問下屏幕前嘅你哋咧，有冇聽過呢個品牌或者買過雅居樂嘅樓盤？歡迎喺評論區打出來，亦可以同大家分享下。Thank you。好啦，關鍵節點到咗2021年，雅居樂做咗一個當時被吹上天上嘅決定，同澳門嘅新濠國際強聯手，喺中山嘅翠亨新區攞咗一幅50.4萬方嘅地，成交價咧38.2億人民幣。當時外界點形容豪門聯姻、文旅娛樂嘅新標杆，中山重點嘅招商項目，打造100億嘅文旅生態綜合體。大家可以睇下呢幅圖，係咪感覺好有前景呢？但我依家要問一句，呢啲描述呢，有幾多現金流呢？分工係點樣？新濠咧就負責主題嘅樂園，運營方面，雅居樂咧就負責開發土地同埋出銀紙。據後來知情人士披露咧，雅居樂預計承擔56.5億，而新濠國際咧就唔夠4億。咁你有冇發現風險咧全部都壓喺雅居樂呢度？跟住時代嘅轉向，喺2021年之後咧，樓市轉弱，融資收緊，銷售下滑。而雅居樂最大嘅問題係咩？文旅盤比重太高啦，3、4線城市過度集中，投入大，回款慢，現金流開始頂唔順啦。喺2022年7月13號，新濠國際正式通知終止合作，理由好簡單，雅居樂未履行協議條款，翻譯成人話，錢未俾齊，蜜月期都未過，雙方就開始嘗試和平分手。到咗2023年嘅6月，簽剝離協議，講好資產責任點分，但現實就係錢未清，數未埋，結果就係大家所見到嘅呢個結果，就係咁樣嘅畫面。上個月即係2025年嘅12月9號，新濠國際正式出手，仲裁追討欠款，向高等法院提交清盤辭呈，下個月就開庭啦。涉及嘅金額約1858萬美元，同埋223萬港元。呢啲都唔係事，但最致命嘅係清盤辭呈，代表係咩？信用破產，融資會更加難，債權人會蜂擁而至，市場即刻就反應啦。股市當日下跌到18.42%，慘不忍睹啊！市值跌到16.9億港元，創歷史嘅新低。再睇翻數據，你會更加明白雅居樂點解會行到呢一步。截止2024年年底，總借款489億，一年內到期嘅就有383億，佔比高達78%。據觀點新媒體不完全嘅統計，包括境內外嘅債券票據，雅居樂喺2025年需要支付5支債券，包括境外到期本金金額12.97億美元，境內到期嘅本金金額就有7億，基本上都預期咗。所以話2025年就係雅居樂嘅生死線。而銷售方面，從11月份嘅公佈顯示嚟睇，全月嘅一個二手金額為7.1億元，同去年環比下跌咗近50%。我哋地產圈有句好流行嘅話，金九銀十係銷售嘅旺季，咁好嘅月份都輸咗一半啦，其他淡季更加都唔使講啦。咁雅居樂嘅土地儲備多唔多呢？答案係多嘅，一類喺海南、雲南等文旅大盤，另外一類就潛在一定嘅去化壓力嘅非主流城市項目，如中山、惠州等等，喺78個城市共擁有規劃總面積3122萬平方土地嘅儲備，甚至比建發國際多出咗1879萬平方。一句講晒，賣得慢，變現難。所以你依家明未？
雅居樂唔係輸喺一幅地，而係輸咗一個舊時代嘅打法。諗到呢套打法啦，第一時間我就諗起李嘉誠，我哋嘅成哥，靠住呢套打法喺我哋嘅內地揾咗唔少錢。Oh my god！ wow！ 而華南五虎咧，全部輸緊同一樣嘢，高槓桿、高周轉，對時代嘅轉變反應得太慢啦。只不過雅居樂係最新被點名嗰個。我講到呢度咧，唔係想唱衰一間公司，而係想同你講一個你一定要記住嘅現實。依家內地買樓最大嘅風險唔係單位，而係發展商本身。正所謂阿婆走得快，肯定有古怪。公司一出事，第一時間老細走最快。而我哋作為一個普通市民，又可以做得咩？接落嚟，我同大家分享一個彩蛋。喺2025年嘅7月11號，雅居樂執行董事陳卓雄調任非執行董事，唔再擔任副總裁及風險管理委員會成員。同你哋普及下，陳卓雄咧係創始人陳卓林嘅細佬。市場認為呢次調整咧，標誌着雅居樂正式告別家族化嘅管理，意思即係公司所有嘅風險與佢哋無關。你品，你細品。居樂家族成員集體淡出，陳卓雄、陳卓喜、陳卓南退居二線，陳卓賢離職，陳卓林配偶陸淺芳離職。最後蘇神3句忠告：第一，華南五虎已經成為咗歷史，唔好再用舊嘅光環來判斷未來。第二，凡係文旅、大盤、綜合體，必須要用現金流嘅一個角度去睇。第三，買樓之前要審公司後揀單位。好啦，今期嘅節目就到呢度。如果你想我下一條片做咩內容嘅，歡迎喺評論區打出來，期待你哋嘅參與。我係蘇神，唔賣情緒，只講真相。記得 follow 我嘅 channel， 順便按埋個鐘仔。記得轉發俾你身邊想喺中山買房嘅朋友。買得慢，住得耐，退休好穩陣。